这地对了，我去花莲佚佗的时阵，这要互你食的蛋肉。哎呦，这么好这蛋肉，哦，看起来真好吃嘞，今日看起来真好食，哦，食起来有肚的。安尼哦，哦，来我进去，这侪口味的哦。好来来。我们来提包装，你先听自我介绍一下啦哈。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林心如的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阿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如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温。是啊，昨天我搁要来提包装，而且哦，这组小朋友第一组好，还搁有淡薄仔秘术，希望你今仔的题目较简单一寡，拜托拜托，较简单一快提包装啊！是，台湾足，就是足活泼的，足秘术，足活泼，足秘术。你小了，啊你给掉是啦，给掉，金，你先了先，你去给我创一杯茶，我家的卡车票哦，大打。袂用的啦，你袂用大爷卡车票嘛，袂用啉茶啦。我你讲你若是大爷卡车票，搁有啉茶，你会互伊迄麻，你是食麻糍是无？我是啊。走入去戏馆内面较艰苦啊！你即摆酷扫，啊较大来，酷扫，把物件吐出来。酷扫，你看。我小弟，附近有人家放咧放活动咧救救的迄种的。进来啦！我去，酷扫，较大来。救人啊！我们讲吧。酷扫，吐出来。真正有吐出来了！我真有保庇，我要不要给死啊？我刚才，对对，有这条，我可以给一条。我刚才吐出来了。来，哎，我准掉要给死，你有给死哦？无死啦，还没给死，我不出来啦。我迄麻糍卡伫遮啦，迄真正遐给死的。哦，你是啊足幸运的，安尼用扫的就让它扫出来，我爱做哈姆里克法哦。哈姆立克法，什么是哈姆立克法？哎，是咩样做啊？咱若看人哦食物件去夹到的时阵，你可能看伊的骨扫声音愈来愈细，啊，然后你会看到伊会讲，伊的阮的面会涨红，涨红吼，啊，伊的迄呢会袂喘气安尼，吼，啊，这时阵咱会当叫徛在伊后壁，吼，叫伊讲双脚拍开，啊，咱单脚放在伊的双脚中啊，吼，固定家己，啊，咱双手放在伊的位的别人脚穿过，用咱的拳头母，拳头母这个拳眼这个所在放在肚脐顶，肚脐顶哦，我肚脐无遮悬，好，用内底顶头，塞，来一个，塞到塞出来为止，这个物件吐出来，吐出来为止，是不是安向内底安尼塞？向内底规安尼起落了，来，这真注意，这非常重要哦。在。哎呀，教练，若是家一个人啊夹着是要安怎？家己厝会夹着，无别人通斗相共。咱若家己一样加着，像会当做自救，自救的方式。啊，毋过咱会记得吼，你若咧做哈姆里克法的时阵，爱记得拍电话119，较袂耽误咱的黄金救时间。是，吼。啊，我即摆来做咱自救的动作，互大家看。咱若去夹着的时阵，吼，啊夹着的姿势，大家拢是这姿势，吼，夹着，吼，共阮是用扫的甲扫出来，吼，啊，即马扫袂出来啊！共款咱头拄仔共动作共款，用咱的拳眼放在咱的肚脐顶，另外一手包的，好，向内底向顶头起一个，起到吐出来为止，啊，咱头拄仔就讲，现场敢有椅啊？咱做是另外做是完，你随讲我随来，伊也袂用的哦。你要买当自救对，当自救，这是一种方式。伊也来啊！伊也尽量吼，甲咱下巴肚遮边悬吼，咱共咱放在咱肚脐顶遮吼，起的时阵双手放在两边的椅头啊遮，向内底向顶头起，所以手爱离身躯摆落去对啊，身躯落去，身躯起安尼做一摆，嘛共阮做甲吐出来为止。这个是咱一般的自救的方式。哇，真正是太感谢教练，咱教练一个好听。感谢教练。这阵咱生活当中吼，一个无说你见到，
爱使用的时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对，好起来。啊，嘛感谢队长救我一命。救你一命。好啦，摕你的提宝装啦。好。你要摕无？要啊，准备好啊！准备接招，停来卡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地底就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如母如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人生溜道队。哦，所以每一位拢是溜道队的队员哦。不是，唔是，什么人是溜道队的请野手？哦，你嘛是？你嘛是？进前是。哦，这件是啦，这件是是啦。哦，是要安怎较得分？互你来介绍一下。跟甲头一个呐，落地落地哈。就有1分，哦。啊，若两个咧就赢，哦哦，一边是1一分，分，嘿，啊，两边拢落就赢。对，哦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，因为有当时咱看到无啥啥，对想讲啊伊毋是落去啊，啊那无赢，原来是规个这边拢爱落去，开始直接判赢就对啊。对，多谢你甲阮分享，好，我即摆我甲你分享安怎来摕到大片。好。 4分有1块大片，8分拢着就2块大片，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，来哦，停来卡，来，好来，来，色O是去想迄个音，讲阮的，真好，好，对，来真好好，来，紧点，紧刷，刷一个，好，算吧，买烟啊。好来。刷来上加。上，红色，红色，好来红色好对，刷一个。相当。哎，你甲我讲，嘿，我甲你做伙倒刷，来，嘿，来想好对，好来，一位。刷一个，拢会当行，拢会当行，嘿，随便给他算了。好来，好来贵，四贵，数贵对，刷一个哦，来看要安怎刷咧差一点，等下算的。好，来。好来， ，ENN，嫁掉，啊，嫁掉，嫁掉对，记住好来，来，来刷一个，看你要刷到位哈。好，好来，这是。要求，要求对，赶快。嘿，勇敢的甲讲出来就对啦哦。来，即马敢若有淡薄啊，有几题啊？无真是5题，你时间要到啊，还是继续？好来，好来，请，白衣，白掉，时间到。咱来复习一下，甲记起来，贵 ，UIV，水，水哦，对。你读个音，够有无？胃寒，胃寒，哎呦，袂歹哦。啊，搁有咱有地无啊，毋是，有地地的，无无对，我讲啊地灰，哦，地灰，地灰，哦，地灰之神，啊，搁有色，大色，嘿，对是迄个色，无啊，无啊，考试的考嘛是哦。哦。好来，嘛是5分啊，1块大片，请摕。你去睇。啊，我你去睇。搁有1块大片咧，摕着大笔大声念出来哦，来大声念出来。啊，比黑，好来，大起你，爱避暑。阿文来，第一关1块大片，继续加油啊！放我较轻松啊，虽然第一关已经过啊，要紧，甲这个敢若摕1块大片的记忆放我袂去。是。第二关准备接招，힘내가。有话做你讲，是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硬海贼，就一摆做过机会。我就来看恁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哎呦，气势真好，啊，毋过迄是阮的大炮。嘿。气势好，就爱靠恁家己啊！这关
你甲看卖啊者，敢若一块大片尔。安怎愈摕愈侪地，就要靠你。较勇敢，甲讲出来，知无？啊，毋过你嘛要弹准啊，弹得准才有效哦。对。来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大片，注意听。两地通啊摕到一块大片，四地拢对，两块大片，尽量发挥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哎呦，来啊！哇哟，大着卡无代志。来，会当弹。如果你想啊，哦，真准嘞！哇，看甲上上呢。想看麦？该当弹啥？苗嘞。嘿，想要弹就该弹啦。哎呦，哎，不哩准嘞，差一丝仔尔。对。我看是搁一球，白大虾就向弹倒去。我要想啊。会当丢，会当弹。快点！来。我为冰手客有零来零。哦，水对了。好，几位。bonus 出来喽！哦 ，bonus。迄是什么字嘞？爱表姐哦。好，看好准哦。哦。差一点嘛。滚啊！太对。丢。好，来，去。你表姐，阿落会当弹吼。啊，倒去啊！不会倒去啊。无效。不会丢。搁一字。迄字是啥？哇，bonus 叫倒去啊！气，鸟鼠的尾就长的。哎呀，对。哇。退去啊，好，你退去啊。bonus 退去啊。来，我这。好。哇！第一个就大呆了。啊，唔过你咁样练嘞。THINN。这准哦。天气足好的，足适合拍衫到拍尾啊。哇！厉害！袂歹。来，紧啊，时间要到，紧大。好对。3、2、1。时间到。无算无？好胜。好算哦。啊，只是较无遐好弹啦。对啊，较歹表。 bonus 迄字安怎念？气，对，鸟鼠的鼠，鼠甲肥，另外一字无弹到迄字。鸟鼠就肥的。啊对哦，安尼就用的啊，安尼就得分啊。阮家有一只肥鸟鼠。肥的鸟鼠，哎呦。哦，就肥的鸟鼠啊。就肥的鸟鼠。安尼可能甲恁兜的食物拢食了了，才会遮肥哦。好，来讲卖啊姐，3题，我们是一块大片，啊，不过 bonus 去会丢去啊，所以是2块大片，请听。地上大声个念出来。妈祖鱼。可以。啊，搁有。手夹吧。好，来打起你。哎呦。袂歹哦，哈。哦，厉害哦。好，目前是3块大片，后一关，换阮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干。 啥人无同款？这关，互恁来到阮的尊元对战，一人抽一张题目，其中有一个人的题目会甲别人无同。虽然形容家己的题目了后，最后甲迄个无同款的人掠出来。嘿嘿，探险队，恁敢有阮这干巧？啊，我是讲，恁敢有阮这巧啦？哎呦，啥人无同款？ 我的面应该是真刺激哦。我上届这个单元啊，听因安那去形容恁的题目，讲较远的，啊，不过爱离你的题目是有关系的哦。范围内底。来，范围内底安怎来摕到分数？赢过阮1分就1块大片，2分以上就2块大片。来抽牌，来，袂使叫别人看到，来较近。这看到就无意思啊。来哦。 抽好了，看好了，就甲插起你。抽好了，插起你哦。好。到底什么人会无共款呢？吼，想好未？想好啊。想好，要安怎去形容你抽到这个题目？来，第1轮第1位，请讲。伊是白色的。伊是白色的。哦。好，来第2位，请讲。
有羽毛，有羽毛，啊，乌毛，有羽毛安。尼是来第三位，请讲。伊会叫，伊会叫。哦叫，诶，对啊，伊会叫啊。来第四位，请讲。伊的生卵，伊的生卵。伊的生卵哦。好，第一轮拢讲煞，来听讲麦，第一位讲的是好，伊是白色的。第二位讲的是伊有羽毛，第三位讲的伊会叫。第四位讲伊的生卵，诶，袂歹讲趣味哦，趣味哦。即马应该是又无啥会出来，嗯到底什么人无同款？来，第二轮第一位请讲，伊的喙长长，哦伊的喙长长。哦。喙是长长的哦。第二位请讲，伊会塞起来食，伊会使摕来食。哎，是，哦，是。会当摕来食。第二轮第三位请讲，第二轮第一位请讲，伊的喙长长，哦伊的喙长长。哦。喙是长长的哦。第二位请讲，伊会塞起来食，伊会使摕来食。哎，是，哦，是。会当摕来食。第二轮第三位请讲，伊会叫阮起床，伊会叫阮起床。哦。哦。伊会叫阮起床。哎呀来，第四位请讲。伊是两支脚的，哦，好，会用的，我感觉有过，有过。好来，即马替恁整理一下。第一轮、第二轮，第一号讲的是，伊是白色的，伊的喙长长。第二号讲的是伊有羽毛，爱当摕来食。第三位讲的，伊会叫，还有伊会叫阮起床。第四位讲伊的生卵，啊伊是两支脚。下面就要来进行投票，到底什么人呢？可能有的人感觉真好用，啊有的人佫选袂出来。来，色人无共款。哦，哇，够袂歹，我感觉好看。嗯，有三个人共款的是敢若一个无共款的是鸡。鸡。来，无共款的请野手。鸡。哎，是无共款哦，真够用。来1号，你哪会知影？伊甲大家无共款，伊讲伊会叫阮起床，对啊伊。大部分敢若鸡叫咱起床。鸡叫起床啊。啊，伊敢若伊啊，对，伊真准。好，啊来，咱来问一下，嘛是要着的白大四号虾。大号。其实第一 round 哦，大家拢讲到足爱买，我嘛真正我嘛啥拢无，啥拢无啊，毋过3号就讲伊会叫人起床，对。伊就是甲我无共共款。款即个点啊。对啊，好，啊，毋过2号你哪无算出来？你那算你哪感觉是伊会生卵，伊的生卵哦？因为感觉敢若鸡仔会生卵，啊嘛会生。啊嘛会生卵，无因为咱大部分拢食的拢是鸡卵，哦你是毋是当做是安尼？要求的鸭卵。哦。诶，我感觉可能是安尼较啦。罕咧食鸭卵。对，因为伊讲要生卵，我嘛感觉讲了最好的。因为生卵就是两个拢有，啊，毋过大部分人的印象拢是鸡卵生较济，所以讲了真好。啊，毋过咱补充一下啦好，1号讲的伊是白色的，是大部分拢是白色的，无毋对。啊，毋过其实嘛有足侪黑色的，哦。啊嘛有咖啡色的，咖啡色。像迄牛毛啊，迄就是黑色。黑色的。对，头先你讲的喙，是其实伊算讲较正确讲也是算喙杯。对，脆就杯啊。敢那迄落黑面皮肤乌面腊杯迄个共款迄个杯，杯。嘿，迄个杯是共字，喙杯来念一解。脆杯。所以来看卖分数，因为1分比1分，所以恁无法度摕到大片，歹势啦，收起来。呀，好，3关拢比煞，3块大片，敢摕到宝藏咧？赢来噶！较笑的，较笑的，够3块咧，嘛是有机会摕到宝藏的吼。比无半块较好啊，对毋对？对咱来安尼想，啊，恁敢有想要刷位咧？有好来，请刷，看要安怎刷拢会用的。会当甲伊刷落来啊哦，啊，这题嘛要落来哦，来，
好，你摕，你甲摕吧。高边，安尼哦，高平就对啊。来这。哦，安尼日头爱栽甲拄拄好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哦，你安尼愈大力愈背咧，就愈有机会。是。这是个美甲甲你讲，会用的无？会用的。会用。阿勇，来手甲放起你。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，你就大力甲背咧就对啊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你较乖，是不是？是。我甲你教对唔对？对。你欢喜无？哈，你看。哇！上家好的礼物，换者换者。无啊啦，就这样。摕出来就是要送的。啊，这好，送个大包。那这好啦。好，哇！拜拜哦，恭喜哦。摕三袋，就甲咱的宝藏炸转去啊！心情啥款？就可以。就可以。后摆搁要来无？对。今日参与的心情，啊那规套算落来，感觉？紧张。够无？后边欢喜，后边欢喜。欢喜，啊你呢？我跟伊共款。嘛甲伊共款。啊你呢？心情啥款？有欢喜无？做想要算抓棒的。哦，好啦，我讲较避暑啦，可能欢喜在心内。来啊你呢？真欢喜，真欢喜。因拢较艺术小可。恁通爱落少少的去公园啊耍。有人会晓算无？无，捌算过？无。啊弟弟，你捌算过？啊你会晓算你无？敢袂晓？你敢会记你安怎算？啊无你试看你卖。试互大家看一下，试互大家看一下，好不？好，来。哎呦。哦。哎，实际讲转来哦。啊，水上一拎刀。愈背厉害哦。赞哦。哎。好啊，水上一拎刀。你谁在去吹你？运动专家。厉害。安尼等于会使练习。对啊，伊就通做你的教练，恁三个就请教伊看安怎算，啊，好不好？不过因爱找一刀柄，一刀柄。爱三刀不要讲一刀，快开始。好啦，继续加油，继续讲台语好不好？好。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是啦，终于得到咱的活力抓棒。